抢糖三兄弟。好。今天还没到8点钟，还没到8点，现在跳有点早哈。今天跳有点早。现在几分钟？喊你。我这个手机没拿出的吧？抢糖三兄弟，抢几手了？现在抢几手了？抢几手？第几手？这个第一手。第一手啊，这第一手就抢糖三兄弟。三兄弟。啊，对啊。这水泥舞啊，不知道，没注意到看。去张错今天穿的又是一件衣服，另外一件白色的。雍熙错也都是粉色的啊，分别是。耶，这叫了，这没对象。哎，这两个在后边呢。叫阿布尼姆，阿布，上，然后邓紫，第4个是拉错，第5个是小罗，第6个是中马初，我消失几天了，第7个戴宗，第8个是蛋战地，第9个老福，一个小朋友。才跳了2首哎，跳2首就这钱了。这第2首、第3首，这第3首歌曲。抢合作吧。这第3首。这个要多少？这什么？哥哥，他叫名字吗？他名字叫什么？叫欢欢。欢欢。欢乐的欢。欢乐的欢。这脚趾有礼貌了。他把他给你加油啊，你去跳舞嘛。加油跳舞。对，给你加油。哎呀。你几？你几岁？你几岁了？我6岁了。他几岁？他马上6岁了。就跳舞吧。既然不去加油的话，哎，其实没有。我本来计划是从后池那边、锦里那边往境外走，搞忘了，一走就直接走到2环路去了。不然的话，早就把油加了。发消息。用茶。
哎，不清晰了，我来查一下。哎呀，它这么高，不需要穿，气儿高的不需，本来1.7米，和那个永贞走马粗都一样的。发那个镜头啥子镜头？我都没看懂呢。哪个镜头？发那个说那个群的那个说啥子镜头？新镜头嗦？要花28105，2几？2.0光圈大噻。那不2.0啊？它一般的镜头吧，应该不是红级，应该是黑级的。啊？应该是黑级，不是价格不是很贵。哦。相当于带气20105。哦，光圈多大？它光圈大，哦对，光圈小，2.8的。我以为它是要预计说的要下个月2月份要出来。M50不要出来了？今年要发新的几个 HM5 FX 3.2代，还有一个。这个如果看到底啥子新车有啥子新样子嘛？有啥子特别是吧？到时候换一个是吧？如果说没就 H25哎就可以了，够了。PS 就 HS3的下一代，第2代 HS4，索尼 HS4嘛。有3款新相机。H25嘛 ，HM5嘛，都有3、4个都要换代，所以现在价格都在降。F-X3都降223了，这个 X32代 HM4还有 HS3 3个都要换代。这个是谁啊？这个是杨江的吗？认识吗？这个不认识哈。这个白衣服那个。对啊，新来的吗？罗马那边看到是吧？这个夜可以啊。罗马关了嘛，在今天不能跳啊。一直关到是出钱。哦。那边打架，他遭殃了，他们那边打架，然后受殃及了。哦。哎，他在旁边拉客嘛，咋回事？打架。所以嘛，你们在跳舞就不是在打架，反正虽然不是你惩罚个，要跟你个喝起到个。哎。跟他没得关系，其实。人上的这边是比较小一点点。
就是抱狗狗吗？这个像，好可爱啊！这个好冷啊！要是我妈妈给我买了个小狗就好。你们长大了就可以，小学以后可以买了。我的狗已经被给别人给，我的狗已经被别人给拿走了。啊，被抱走了？狗贩子。狗贩子吗？应该不会。对一个小朋友，我拿着它，别人以为去买橘子，拿着就付2块钱，是不是？他觉得你那个狗狗太可爱了，给你直接抱走了。好可爱呀！对，我们这个狗狗都被抱走了的，我们呢找警察叔叔找回来的，就在这个地方，被抱走了。一个7岁的小朋友抱走了76。7岁大的一个小朋友抱走了，然后我们找警察局那边调监控找到了。就是我能抱一下它。就是你要经常在一起就可以，现在对你不熟嘛，他现在刚刚才知道你。就是你已经和他已经很熟了嘛，天天在一起啊。那你因为我们他从小生下来我们就养了他，他只有10多天左右就到我们家了。就是刚刚生下来，对，会是一个小奶狗。一小奶狗就在我们家了。好可爱啊！要是我有个，它好像是吧？对，以后长大了，你们学校老师也要问你们，也要让你们没有狗的那个学校。没有。是一个，别用力摸它。它哭了怎么办？它不会哭。你慢慢的摸，就像这样摸，它用力的摸。对，不要叫。它的嘴巴是这样的。他来看他们跳舞，他喜欢看小朋友跳舞。他喜不喜欢小朋友？喜欢了，他一直很喜欢小朋友。那他喜不喜欢？因为他喜欢大人。也可以吧，反正经常在一起的就喜欢。你好，为什么不让我？我的头发是真发，要是假发，早就吵架了。我出去动了，宝宝肚子不是，宝宝肚子打来啦，宝宝打打宝宝，来啦，有款游戏月的年轻就是手机和机，这里面降了到低，因为都是小学生，我想问你什么实力，他能给你一个代币，我说你就是眼珠锋利却没有那双小眼睛。但不是这样，你生气吧，因为她是小姑娘。你好，对不起，我摸了你的脑袋，对不起。不用跟他对不起。好，让我。你好，我的头发是真发，要是假发，早就扯掉了。我的头发看一看，我的头发，我先摸下他的头，然后再摸，好不好？你这样也好看，看你这样也行。喂，我是第3个啊。对，把我当成第3个摸了。你不要看，就看迷你，别看我。你不去跳舞吗？他喜欢小朋友跳舞。别挡着他，他在看小朋友跳舞呢。别挡着他。对啊，他喜欢跳舞。来，给他跳舞嘛。谢谢。
别再没下去卡。可爱的不行了。他去跳舞吧，去跳舞啊！你等会儿，他去跳舞呀，他这样跳。他给你加油，他给你加油。他会跳呀。你不是他很喜欢跳舞吗？他喜欢看，他也喜欢看你们跳舞。跳舞，我给他跳歌，看着我让他，看着。对，轻一点。头一次。去跳嘛，你看你这一排。随便他嘛，头一次了。吃过，他的。他出去玩，到处都是泥巴。那你给他洗个澡，然后要给他换。对啊，都要洗又要换。好久的小班智商。没有强班智商。每天跳的都不一样，每天的歌曲都不一样。
这两个，那两个，还有两个呢。这两个来了。
终于站在一起了。然后小西站到那边一边去，海浪出来了，海浪出白色衣服，白色小西，后面是单耳木，在后面是这个两姐妹，然后江一王木。飞阿爸走了吗？飞阿爸线了吗？明天走了。小西明天应该好23嘛，今23吗？明天23，我今22。我把你带线了。有喽。太虚来了。
这首歌他们跳得最欢，跑得最快，跑得反应最快了。我嘛出家庭。我们回来了，哎呦！哎，消失好多天没看到你了。回老家去了吧？回老家了还不是吧？哦。这给的太多了，人才太多了。这个是谁啊？你们看。许张臭和那个苏拉表妹。红木和各场去争，然后旁边立汤座嘛，基本上随时在一起。他们两个是形影不离的那种。我牌儿好像没有把你转过来。哦，也就戳膜来了，好久没跳这个歌了。
哦，变了吗？变了。没起电了，靠，自动关机了。哎呀，没插上了，靠，电都没有，这怎么回事？插错了。不说怎么关机了呢？哎呀，终于！过来过年吗？过年不走了啊？来，洋洋。抱吗？抱。可以抱，抱。电。咚咚。哎，好久不见。Re so me
谁呢？把门你开吧嘛不帮啊，送出别别下一送谁帮啊，送出别别下一送。就说你们中就来，啥的钱就说你们中就来，哪来些个大妹妹到哪的，送这边见家爷，送在哪的，送这边见家爷，呀，他都中这个圈圈。听我这一天没在用，等你们着了啥啥在那，老妈娘那边觉得在用。我要我抢到呀没在用，抢就算没到这没在用，你可他妈家都在那。来看看我跟着哟，我要我唱到呀，你在哟，唱那么多的妹在哟，你不唱比那在那，你就让他妹在哟呀。你怕有多少家呀？辛苦留在这个八字内，忙碌就得在他上床，要么娘可把你当飞机，要么娘可把你当飞机。喝酒喽，请喝酒，喝酒都是有喝酒都是要致癌的，是不能喝酒，不能抽烟。这个东西本来活100岁的，抽烟喝酒只能活50岁。本来活200岁的，抽烟喝酒只能活100岁。所以基本不要去碰烟酒。老5也来了，老6好久没到，老6消失很久了，要过年之后才来。全部走了。
10个，这4个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最喜欢说的。咚咚咚，好快啊！8点55了，2055。1月是115啊，这个。下来的这个味道吧，又是1万。都会跳。来不了，快点！
也比较别致。对他们三个小朋友，他都很好。你看哪是？新高也跳了，后来跳了。跳，20要去，王八蛋。咱们把人去走一下，马上把那些舞曲要来唱啊。
要说了吗？这个？说了他见不？吃完饭喝了酒，喝了就正好拍照，他给你一点酒。和外面2个红烧的。Soya
接着看吧，休息一下。Yeah.
下起来了，这首歌默默下起来了，这首歌默默。连。用错离要远一点，用错要远退一点，要退一点，离太近了。要前往上，不要横着上。这次换一下嘛位置。换位置。对。上次也可以。对。斜着上，用错了出来点。对，就这样。哦，对，错开也可以。他说这的话，新时代不得风采。
Yeah.
前面这个叫啥名字？他叫江阳王母，江阳王母，王母是吧？对，后面他妹妹当然母，后头叫啥子？后面当然母，他妹妹。当然母往旁边，拉错往中间，对。往交接一点。巴西退一点点，巴西退一点点，巴西退一点点，退一点，巴西退一点。快往前面了。小拉错，你们往前面走点。江阳往左边走一点，江阳往左边，对。OK。你是我的太阳，我是你的翅膀，我们就在天空自由飞翔。喜马扎子山，美丽闪耀的
太凶了，不要甩那么凶。天上一个太阳，地中一个姑娘，我要跟你回到你的家乡。它就是守护你的天堂，再远多少香港，我也不会忘。因为是环转，一路选择悠扬，我要和你牵手到幸福的远方。你是我的太阳，我是你的翅膀，我们就在天空自由飞翔。西马扎西山。后边两个往前面走一点。好，注意眼神哈，看过了。先走一遍。讲羊，讲什么讲羊？讲什么讲羊？江阳望路儿。江阳往那边左边走一点，是吧？啊，单人木往前面走一点。叫单人木是吧？单人木。单人木往前面走一点，单人木。是吧？小拉错，站开一点。怎么劲儿短了？这有点大了。好短哦。其实那个不讲不单位也可以，他们都每天都跳的嘛。发现不要埋头。好。小拉错，往前面走点。
走了。阿信，怎么跟他们脸朝向不一致了？比较短，2分多钟。好，重来啊！5-5。这个叫啥名字啊？就叫不丹锅吗？叫那个啥子格装北斗还是不丹锅？格装北斗。它就是不丹的，它是全名好6个字嘛，4个字忘了。我们俩是几姐妹的？几姐妹。江阳王儿。